各位乡亲，大家好，希望大家感谢大家热心共同的研究客家白话语、客家文安尼哈。头下讲重点，这个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不同行业，都各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文史、文艺，同时在歌曲词的方面用法也有所不同哦。乐器也有不同，研究语同文要有法土、尘土、真国土、三土加瓦方面来，真有法土来研究何些组成客家语言的结构。同时讲到客家语言的主音方面啦，希望各位教学的先生小弟大家必须要来熟络，了解。同时对讲文方言所了解啊，同时经常总乡亲大家，多多听下一个录音来做参考，多多来看一个注解啊，多多来看读一个本文，白话语文呐，自然就会通顺都流利，真有客家语文的一个秘密。同时也可以承接客家有名的语同语言等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啊哈。另外呢，同大家报告一个客家语言的名词的头前啊，常用的形容词，我哋嚟做一个参考。水果类嘅呢，有咸、酸、苦、辣、啊、甜、涩。咸同粗呛，人嘅方面呢，有啱鹹、啱、香、邪、愛、惡、亢風、貴典等等。物嘅方面呢，有一個盤、撲、長、短、高、大、出、斜、拗嘅拗啊，鬆同橫等等安尼。好嘞，我哋一個語文地圖裡非常嘅感謝屏東時報、天子報以及客家幼兒童教材嘅網站嘅提供嚟播共同嚟播托。另外呢，係非常嘅感謝一個台南大學一個博士生啊，李文歡鄉親呢嚟整理同時擺出一個YouTube 嘅網站地圖裡，好嘞，我哋嚟看本文啊。客家商業用語繪畫第9課，近代噴火課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同慢慢嘅讀文，大家嚟做個參考。本中嘅人物呢有阿雄伯，嘅阿發呢啊上數。福數、阿妹等安多啥啊？上北就開始講羅松人上講，人怕中秋，日怕班，同時又有一句話講天上神仙面呢一嚟當祖母起來，坊間已經過為3000年嚟話，3000年嚟呀。一切都冇正常，時間過真結過。阿雄就講雄伯，頭到所講嘅呀，確實有樣哦。明明雙十日咧，前日班正對木面膜飄話過，根本日又係中秋節咧，哦。用白，見阿公婆嘅生日，準備好嘅嘛，阿用白就講你下自家冇學幾鴨，愛見阿公婆嘅作用，我做到同阿發嘅主文好些嘢，唔過雞肉金香製作。我還唔錢去買呢，阿雄伯就講阿雄伯，正安尼講，
对祖先是相当身心好敬的哟，相当身心好敬的哟。阿上伯讲啊，哪有啊？也是风俗，也是为人子孙应有的表现呐。一代传一代，大家规规矩矩延续做下去，也毋免各有意思哈。讲到紧阿公婆，祖先有咩常常两个人一个生意，中秋有咩俺人七家好菜，俺人七家好菜，啊像讲像吧，干做喎。干做喎，牙把頭晚頭到見嘴眼，見本日早晨，愛見愛過做地位，期盼見阿公婆嘅貨色咯，窮下來去好嘛？阿兄爸就講好，家徒唔是食火茶唄，唔是食火茶唄，唔最愛窮下來去市場好誒。阿像就是讲做跟野路台做的，嘿，就是可以的意思，做的，像吧，请上啥，夹来去，像阿像爸就讲阿像，请先来去阿发咧，肉店做肉店看啊，爱同意主人呢，做肉了有了本爱嘛。爱推主人呢，主肉了有留本爱嘛，啊像就讲上班，阿发咧个主肉店多诶，主店阿发咧主店多诶哦，请下茶，爱将茶位变好势，阿发咧讲哦，上班，毋得两三样会安做啊？毋能两三样我安做啊！乡爸讲啊，哪有做啊？日头班创过话哟，阿发，初本日俺主人呢，夹心肉了3斤，有留好些嘅嘛，阿发咧就讲，做到同真好些嘢，钓啊在掠哩，冇看到哈。还好讲，头晚阿西北啊，来了本意看到，伊哟，人家己爱，将一块猪肉了，可诶当叫，险本意都傲慢，看着爱讲做唔得。你系上百先主人呢？我怎样嘅同意讲，伊都唔相信，所以我同意解释嚟一叫，配嘅一多事理嘅唔掂嘛？阿長唔愛教官呢18位麼？阿長就講，怕唔是啦。我上日同作嘅主肉，我要立放起來，我用立竿見阿公婆好誒。阿發就講，我爸爸，那有人用立竿來嘅肉來見阿公婆嘅呀？按唔適當嘅私人。來，看愛奶了，主肉了過好，阿長就講啊，哈，我係講那個呐，我嘅阿公婆有咩愛食新鮮的肉，哪有是扣了肉了來見的喏？阿發講，同我作3斤。夾心肉來好誒，阿發就講，竟然搶嘅書生安好，
大家都是作家安排了哦。仲有讲，刚好这种安尼讲，同安面一杀图片本啊，嗰好发这个伢后卫啊，又咩土心球送完片哩，万人用一杀图片来见阿公婆的啊，加3斤手3斤好诶，我相信等个阿公婆看到安太了诶作用，一定会哪家牙沙是啥，唔得伊欢喜诶。想白就讲，像穷系金钱本人，莫讲安当，我哋爱买鱼诶，几嘢呢？发就讲啊，什么鱼？甘强两三顺行哦，像就讲，想吧，行哦，先来去像去大咩买鱼嘅好嘛，像说就讲像吧，像说像诶，唔得两三安做啊，根本嘅我买买嘅鱼啊，你要玩呢，从南洋里下贡马沙马，石目鱼就是海虫，根本嘅鱼嘅货色都有新鲜，看下安奈行啊！用白就讲啊，我哋見阿公婆通常都係用馬沙馬、石目魚、蟲、海蟲來釣成。来抽成，你系国泰面诶成本啊，也系国泰面诶成本啊。像说讲好，你系面食材太面又新鲜，你看，做系咪可以呢？你看，做系咪可以呢？一新鲜呢，一新鲜讲来讲啊，是嘞。一新鲜来讲啊，是嘞，来，佢就讲有一新鲜来讲啊，是嘞，来，我先来打脸，像白就讲像说，讲野马沙马，石目野木族，还会看人呐？我讲木族特别经验无，木族特别经验无。像说过像汉后诶，看人是有样诶，马沙马看人是有样诶，经验是我罢了诶，像白都讲好诶，像诶，看爱春奈米，穷快接天呐，唔好常常用。最急诶，唔常用最急诶，像就嗰講像白改快些呢，嗌嘅在控制唔起啦，改好講法啦，莫講最會不從啊，假如买嘢咪马沙马，石目魚好诶，上所就講感情唔得兩啥，還有欠物嘅毛，向北就講安尼就好诶，我哋還愛來去買做有肉中間嘅呢，副所就講來。向白，唔得兩啥安做啊！就講你下行路都唔是點天火，那有做啊？下行路都唔是點天火，那有做啊？副所就講係喲，冇做為咧，唔得愛買物嘅副所就講係喲。
那个啊像哦，掠这个含有高体质的太阳芥末，含有高体质的太阳芥末，牙巴就是高大嘅，而买一隻太陽芥來見阿公婆，阿福嫂就講啊，安都好，相當有福氣，相當有福氣。見本人買啊，存一隻，包中意，包中意，人家買唔完嘅9斤嘅，係小嘅相當久嘅太陽芥，啊像講你係隻太陽芥。有9斤重下，有9斤重下，阿福說差唔多3斤冷嘅，差唔多3斤冷嘅。那有人熟，那有人呢嘅有9斤重啊，9斤重嘅啊，阿福說就話咁冇，讓我按到9斤嘅咯，讓我按到9斤嘅咯。阿福嫂就講，你係幾種幾個種嘅名嘅，係幾種，並唔係一隻嘅有9斤重啊！阿就講，呵，安尼咩？我就同買呢一隻，我見阿公婆嘅用，同我吃好勢以後，結果活一家也係靠本而長，靠好勢，有樣式拉咧，有樣式拉咧。阿福嫂就講：愛啲，呢個係我嘅專門課，唔是講愛到啲，阿兄爸，本期嘅研究嘅，唔愛賣哪隻啊？阿兄爸就講：我愛一隻高皮高體質嘅芥蘿呢？阿福嫂就講啊：呢隻高皮有特體質好嘛？兄爸就講啊：看下去讓佢簽3個村嘅芥嘛咯。那係芥嘛，見阿公婆是做唔得嘅呢，兄嫂講絕對芥蘿呢。唔看一隻芥蘿呢，師傅同芥基超啲得，兄爸講唔講係超好啦，拜託同我伺候，我等先來去買金香自做自泡嘅嗰陣啊，爭來看下，阿福嫂就講加好，總之再過10多分鐘就好食嘅。阿妹就講看到嘅按到晒來，阿兄爸，唔得兩啥愛買麥嘅啊？阿兄爸就講啊，我得兩啥愛買見阿公婆用嘅金香自做自泡嘅。阿妹講好，也都資料貨，愛同盼好食嘅，請五等點看啊，還有欠麥嘅冇？阿兄爸講啊，還有自泡嘅冇買到，唔知有冇？你有冇？阿妹講有，愛必嘅。自泡嘅，沖天泡也係連泡咯。阿兄爸講啊，買10萬香嘅連泡，2人各一掛。阿妹講好，全部都齊全呢，總共各120萬元。阿兄講好，大量按太掛嘅連泡。阿公婆唔係話嚇到嘛？
向北就讲啊，让我学到啊，越睇上越欢喜。係啦，我唔前款酒呢，我唔前款酒呢，阿像就講，家我款乜嘅酒啊，我款一罐 XO 洋酒來敬，過後伊啊，過後伊我嚟好嘛，過後伊好啊嚟好嘛。阿雄伯就講：阿雄，我看是愛過後伊五七家幹嘛？我看是愛過後伊五七家幹嘛？一般人見祖先用米酒，豐沛嘅米酒就做得嚟，好唔去款酒，我來去阿妹嘅嚟款雞嘅，阿妹就講啊，阿雄媽。唔得兩三位雞嘅，我判好些嘢喲，我判好些嘢喲。廿茶位才奶呀，我同天數款落去，阿雄就講阿雄爸，窮快喲，阿爸打過打來吹嘢喲。mà cái ở chung khoai trồng chủ dụng kế dụng拿來濕dia下鑊頭嘅水，隨個罐嚟壓喎，阿雄伯就講好來貴，見本日判貨好彩50茶位，咁我快樣得貴呀，感謝我，阿雄講啊，莫客氣，雄伯無卡多誒。各位鄉親，以上一共有22分13秒，接下來我哋嚟講一個客家詩人嘅主角本文嘅客家詩人嘅主角。第一，當祖母，我一共5角，所以當祖母。愛就是我。第二，摩登茶，關於講沒有爭議，沒有什麼差別。第三，真假，真是快，有樣就是真的。第四，飄花歌就燒過去，飄花歌。根本人就今天，聲音就是祭品，肉類種個。如果呢有很多身體聲音。第六，主文就是事先訂貨，後寫就是妥善。第七，金瓶製作是資料貨一個金瓶子金字香自拍位做嘅西方製品那個擺品金擺品。第八，錢還沒有，錢就講還沒有，安尼就是這樣。第九，奶油哪裡有哪裡有，也是。第十，頭鰻是講剛才頭髮的意思，早晨就是早上，左腳加入台就可以的意思，做的是歇後語露台就是弟弟。第12，夾心就梅花肉，上等肉一個奶油就哪裡有。第13，樣樣各異就強調的意思，樣樣是指無形的一般講無形的，有形的有形的呢就是個啱第14，口味當久，討價還價了很久鹹就差一點點。傲慢就是傲慢也可以稱雄霸道都傲慢寬正就提着
第16，让人同意讲怎么样跟他讲啊。第17，高官就是买卖啊，高官就是一个高官的18位嘛哦，要买一点吗？啊，18，怕唔是可能不要。作猪肉，别普讲割猪肉哈，切猪肉。19，巴巴，就胡说八道，巴巴，胡说八道。猪肝腊肝就是腊肉类啊。第20，适当就是适当适合，个肉料，你个金摆品个肉啊，叫那个肉料，人吃的呢？肉类一个肉气同肉料冇相同哈。第21，讲啦就说笑的啦啊，会正经的笑。Q 了就是很落伍老幼旧的哈。强呢就是槟榔，强呢是槟榔啊，刚好那也好。23，面一撒就是弄一片。一片给我啊，一撒啊，就说一半，一撒就等于一半。竹片就是增长，猪肉的一半就是竹片，碗品用啊，那个碗品。第25，碗品就是聘金全部都付清了，叫做碗聘啊，也就是订婚的碗聘。26，年后为啊。年后呀，笑骂的语气，年就是你的啊，拖心口就娶媳妇，满年就是水啊28，那家牙啥是啥，笑到最后不拢啊。29，这个减钱就是付钱啊，给淡就那一摊啊。30，晚呢就是初五，南阳里就是5个月。南阳里5个月。31，看啦是看一看，哪一行就哪一项。32，抽绳配合成套，也就会讲啊，3行做有用中间这个身体啊，声音。33，经验，眼睛一眨一眨的哈，霎。眼睛闭起来啊，念同煞不一样啊哈。34，罢了喂啊，就胡说八道，罢了喂。35，嘎巴，用嘴讲呀讲的啊，讲的。第36，欠乜嘅么，缺少什么没有。第37，是点天破，不用手电筒照明。38，也夹嘅，就这个地方。39，太严格的演过的大公鸡啊，演过的大公鸡太严格。按多就这个起名名啊，按多乜嘅名啊？按多哦，对，后面是加名词，按多。后面加形容词啊，提示稳啊，两脚弯曲插进屁股的稳，靠一靠后些是靠一夹啊，讲就是漂亮，其实比给了呢啊，给了呢啊，未成生蛋的母鸡啊，给马生过蛋的母鸡。42，师傅这屁股，上春就是生蛋43，给鸡割一鸡，就鸡冠，给盖鸡的下巴啊。44，伺候就杀好啊。这个45，固定下就等一下，宽下来拿，提拿宽下。第46，治疗法就是指金香
制作嘅一类必逼嘅，是十响嘅小连炮必逼嘅必逼嘅。一个49天数就是帮忙，天数帮忙45来杀，用那个枪水煮是棍只有7分熟嘅木头就大锅子你随便宽容的贵，难以体会家在本文地图里嘅连音字有啊、耶、的、个一个按多则词要做一个连音字，请参考连音用法版的好，以上呢30分47秒接下來一個看圖同大家做解釋的。人生必須過嘅生活就是柴米油鹽醬吃茶，同一個肉菜色等等就要靠一個市場嘅用意，市場嘅好處係在呢這個第二一個豬肉是金牌豬肉，要盤大細，兩個邊嘅個太個盤嘅嗰個豬肉頭，做豬肉頭要向阿公婆第三就是雞呢只有5成，從太嘅特殊嘅儀式，筋呢只有3成，就是做有肉中間嘅3成，一般神仙會做嘅見阿公婆都係用一個馬沙麥都用馬沙麥就是虱目魚海草好，這是一個客家雞同肉5類只有18分熟嘅18分熟嘅，南部佢金庸變在嘅鴨類同一個奶油人用臘肉乾來見阿公婆嘅就南部冇用貴州人用臘肉乾第5客家商業裏頭嘅資料貨是指高位族嘅金香自泡位資料貨，款酒是金牌用嘅時間用紅泡嘅米酒第7一個金牌生意嘅辦法吧，有一個做有肉中間嘅辦法雞肉一個肉料18分熟就可以酒呢可以講大部分都用紅泡嘅米酒第8就金牌阿公婆嘅神牌，有近3成資料貨等等買好些，同時肉頭雞頭要向阿公婆另外呢非常係感謝一個客家白話文嘅研究一個貼片呢是挫敗者也會喜惡等等一共有100篇，一個文章全部由阿廖白所嘅著作篇章著作同錄音，本人是錄音，一個錄音呢非常真理神蒙國立台灣大學博士生李文歡向前熱心客家實驗白話語文嘅推廣以及研究，並將阿廖白研究嘅篇章錄音整理搭雙面碟或者 YouTube 本大家提供本大家中向前來聽來看來研究，一個非常神蒙大家感謝一個名字大下點咪就可以知道。再講到實驗一個大下一個圖，一個實驗嘅連音嘅用法 MNNGBDG 有有母尾音變成了雙母同單音嘅讀法係樣嘅，嚟讀一遍。N 嘅時節單音讀按做頭前嘅時節讀 no 一個就用奶 no I 奶on 平安嘅 on M 讀做兩面嘅時節就唔係音愛唔係音，一個做頭前嘅時就冇嘅音冇
这种安安安呢，ng 呢，一个读言声的一个音，一个读但是多头前的时候的个音，啊呢，后边呢个读的音呢，ที่8波一个来着，头前读波的音后边呢是读 p 的音up 也就是能up 一个 up 一个波 8D 呢是的音调的调，个空后边呢是特的音出，本人出调的个出ที่9歌，左头前呢是就是歌歌 up 急歌，到後邊嘅時間呢要科音歌安尼嘅，一個單音實體嘅 MNNG 一個就是個單音，後邊唔是加 NII 空韻，不能讀空韻，所以希望各位同學一個連音師同客家白話語文嘅連音叫做 union， 同英文嘅 cannot 是不一樣，冇相同連中的連同聯合的聯，以上呢考試注音的時間啦，不可用單字音單隻字嚟本人注音，考試也做唔得。應考機型也係上下文嚟做一個解釋。以上非常的感謝大家，今日就講到這，謝謝，再見。神夢按知識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